多么奇特的互信！几百公斤重的马匹，把重心交给定蹄师。我们把它定在一个蹄壳的地方，蹄壁外沿的地方，那是没有神经的。马要经过训练，像这个要长期的训练，它对人信任了以后，它才跟你做这个。 能为马匹定蹄的专业师傅，全台屈指可数。马场主人谢焕祥在后里马场当兵时学到技术，没想到就此与马共舞数十载。对，左脚踩在这个上面，好，一动一动来，好，踩着，左手拉这个马鬃，没有关系，大把，左边的手左手，对，右手扶后面，1、2、3，右手一拉，右脚一蹬就上了。 人与马透过彼此的律动，了解如何对应。谢焕祥教导人们享受斗志、驾驭，而后互为融合的过程。站坐，站坐，对，很好。肌肉放轻松，平衡感好的时候，骑在马背上是一种享受。马匹豪迈，却得温柔对待。声音太大不行，动作太大会惊吓也不行。童年看到卡通里的马就兴奋的小男孩，如马蹄声踏实的一步步完成梦想。 30年前帮忙照顾马，然后后来爱马养马，真的是哈，很冲对，要红条路，懂有心条。你是不是对这工作真的很热情？系啊，爱吃到做起来懂快乐。系啊，爱吃到做起来懂快乐。人与动物的情感是很微妙的。谢老板说，他一直推骑马运动能够普及，希望大家别误解，它只是贵族休闲，它其实是一个好的运动，也是一项好的治疗方式。路遥知马力，他花了过去30年，希望达到一个境界普及化，而这个梦想未来还有待实现。唔冲对一项条路都要心跳，系啊，爱吃到做起来动快乐。唔冲对一项条路都要心跳，系啊。 爱吃到做起来动快乐。